歡迎大家嚟到癲佬有料賽馬貼士第62個賽馬日，25年4月13日，沙田日馬11場賽事，C 賽道。大家好，我係癲佬。第一場1000米新馬賽，癲佬嘅心水係6號渾身解數，第二隻5號星象，第三隻2號不勞而獲，第四隻3號神燦金剛。第二場10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富國兄弟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4號聖萬金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2次第二。第三隻1號着燈，近3轉裏邊最近跑過第四。第四隻13號魅力星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三場1200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全神貫注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二隻9號可愛新星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三隻6號連心星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四隻1號威力飛彈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九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7號可靠大師，上次係跑過第四。第二隻2號花果猴王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11號新力嬌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七。第四隻8號精益大師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五場1200米2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美麗緣分，近3轉裏邊跑過3次第一。第二隻8號得道猴王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三隻6號輝煌精英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四隻5號愛馬仕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六場14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8號笑喜喜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3號線路達飛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三隻4號獨步天下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九。第四隻14號好運寶馬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七場14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7號飛躍成就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3號劍無名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三隻10號午夜快車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12號彭越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八場1400米1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手機標霸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二隻2號賢者無敵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5號神虎龍駒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4號陸續無限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九場10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環宇風采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4號千杯競典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三隻7號飛來閃耀，
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4隻11號標之極光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，1次第3。第10場1800米3班顛倒嘅心水係12號金主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1，1次第3。第2隻7號超易穩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3隻5號艾利奧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4隻11號奔放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11場1400米3班顛倒嘅心水係4號光年魅力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2次第3。第2隻3號康樂高球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1，1次第2。第3隻2號川河歲區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第4隻8號至尊貴寶，近戰裏邊跑過第7。麻煩各位靚仔靚女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